管到总会的会刊内底，有一篇写咱颜回复胜的一个传记。伊讲，甲照这个年个甲推算起来，咱孔夫子应该是40岁至42岁开考。哦，所以咱以早合32岁，哦，咱的干会呢，就来离开世间，但是毋是，哦，应该是推算起来，照咱推算应该是40至40岁。哦，咱会当看《颜回传》来看，应该有甲咱做一个签顺，哦，做一个签顺。那么，来，互后要甲咱各位前言分享的，就是讲，咱今日伫中庸之道，本不求人知。其实中庸之道讲起来，敢若是高深莫测，可是呢，要做起来呢，无偌困难啊！其实是无偌困难，只要尽咱人的本分，所以为意念，互我感受讲，无影就是讲，真正讲圣人讲的，敢若咱默不可测，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一件事，不是哦，因为道在过生活，因为呢，多伦乃尽天经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朋友、兄弟，本来咱就是咱的天职哦。君敬慎终，这是天理。夫子子一定好，无迄这爸爸做爱的，做非常做疼这个囝有法度人做不好。互我亲身体会，互我嘛无做疼我祖囝呢，可是因两个做友好，为什么？无做听因两个做囝，因两个会当做友好，互我感受讲，好佳哉因两个道良学道理，因为你有学道理，明理了，就知影要安怎尽五伦之道，尽五伦之德，所以这是一个天职。自修自成，自空求人理，即是真，乃高明也。哦，又是天地之心意。那么，搁再来，大家各位前言，用慢慢分享。咱这3项重点，孔夫子勉励咱，而且佫强调哦，不要所以行观，毋茫惯道而废，爱依护中庸。但是为虾米？研究2000几年的这史书经典，咱有缘，佫是一个凡夫，佫是一个众生，无明理，无该做的爱做，无该想的也想，哦，真正足侪。应该爱清清暗清清，但是而且咱各位先来做一个分析，做一个分析，来做一个思考。圣人甲凡夫自性平等，无地无哦，在心不争，在凡不惊，就是六祖大经内底哦，咱五祖弘忍大师讲，应有所住，疑心。互咱六祖这主编好出4分1厘，阮电传师常常咧甲阮主编4分1厘。搁写，咱敢知4分1厘是啥物？敢知人莫困啊！我安尼看落，做一个人要困的，我袂要哭。我直接讲到拢喙甲拢全破啊，都在咧困。真正这班的工书真正难啊！拄则有点老师讲吼，伊若咧困，你著较大声诶。我已经做大声诶，讲到等下搁头到1点钟的可能会袂啦。各位写4分1厘，咱敢知啦？在后来。我写起来，何其自性，本自苦教。对，我来一遍。哦，何其自性，本自苦教。何其自性，本自苦教。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何其自性，本不动摇。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。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。何其自性，灵性万法。何其自性，灵性万法。哦，我们都是平等的。孔夫子甲咱祖师伊拄这个中庸，甲咱的智慧同款，伊得更足足。但是因为啥会当行中庸之道，成为一个开悟圣者，因为伊的心，重点是这粒心，咱这粒智慧一定要依护中庸之道。若咱凡夫呢，时常互合凡夫众生道太过，所应行观，半途而废，不及。心有离心故，有取舍，有善欲，不有分别，才会有了这2项各自甲不及的现象。那么，咱一定要效法圣人，行中庸之道，
心爱伊互重用，只有至善地率性而为。各位先生，那么以上即种就是互学咱各位先生分享的说运行怪种，说运行怪种哦。那么来互学，要来甲咱各位先生分享嘅君子之道。因为君子之道即一种的字，即一种的经文啊，祖办者，而且祖办亲。那对互学来讲是祖办亲嘛，祖办亲。因为伊已经甲咱讲到体上用三衣所是拢写字经，拢甲你藏字经，你要咱一字掠，即三件拢掠出来吼，就一目了然，就豁然开朗，福德，迄人讲还德本心，德便开朗。那么各位先生不例外，也是甲互学来读一遍，因为读一遍咱较袂爱困，爱读较大声的，互学才看得足清楚。对一个前言若无读等下无学来找伊一个手袂甲咱发，因为袂使讲书袂使发迄个先生。那么各位先生，互学读一遍，咱对咧读一遍君子之道，君子之道，第二问，第二问，夫妇之庐，夫妇之庐，可以无敌也，可以无敌也。一己之也，一己之也。虽圣人亦有所不敌也。虽圣人亦有所不敌也。夫妇之不孝，夫妇之不孝，可以令行也。可以令行也。一己之也，一己之也。虽圣人亦有所不灵也。虽圣人亦有所不灵也。天地之大也。天地之大也。人有所行，人有所行，故君子无代，故君子无代，天下无人在也。天下无人在也。无孝，无孝，天下无人破也。天下无人破也。诗文，诗文，烟灰雷天，烟灰雷天，其曰无曰，其见于焉，言其上下察也。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君子之道，则端乎夫妇，则端乎夫妇，及其之也，及其之也，察乎天地。察乎天地。那么各位先生，咱敢有要想要做伙家己读一遍？敢有想要去读一遍？去读一遍了，这互学读做一遍呢，50遍、700遍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咱读了，咱为什么囡仔要儿童读经？因为书读百遍，遍解其意。这段经文你家读100遍了后，你绝对会去了解圣人的意，袂当讲真正讲情盖意处，佮以理归处啦生解一句，佮以理归去，像阮弘典法师安尼。但是你读一遍、100遍了后，咱大概能了解圣意是啥物所以咱来做伙读一遍，我们一起读啦，嘛互学，佮互习一下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君子之道，第二问：夫妇之庐，可以无敌也。及其之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敌也。夫妇之不孝，可以令行也。及其之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灵也。天地之大也，人有所行，故君子无代，天下无人在也。无孝，天下无人破也。诗文：烟灰雷天，其曰无曰，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则端乎夫妇，及其之也，察乎天地。那么各位前辈，君子之道，本自朴拙，拄则互学甲咱共同学习的四本一面，而且有善对本心。那么德在贵生活，人德圆满，天德自然成。只要你求道了后，你明理了后，你就知影三纲五常一切的道理，要如何来行持。那么咱只要咱的功德圆满，
甲人间实现为天道，那么有一天你转去就咱等于到天道。哦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么德不无言，以言克德。而且咱洪处理讲的，德明明无形、无情、无名，伊可以成就天地运行之我中央万物，咱拢看袂到，可是就是有这个现象出来，所以绝对天地敢有道的存在。但是伊袂讲话天不言，地不语，爱啥？道不方言，情言方道。咱这个言语来刻入道的生活，哦。